后来每一年9月是交通安全月，台中市政府邀请到艺人许孝顺来担任着交通安全推广好友，希望借着许孝顺正面、乐观、佮亲民的形象来宣传道安，强化着民众对交通安全的认知。放学快快回家去，平安回家去。当年9月是交通的安全月，为了强化民众对交通安全的认知，台中市政府办联合宣导的记者会，特别邀请艺人阿顺啊做交通安全推广的好友，并且拍趣味的短片，提醒民众爱惜人。欧弟上、欧巴上，更多的小朋友、小妹妹，然后大家开车的这个开车者都能够呢，因为看到许孝顺，一底下冲响，其实呢。我是希望说，透过这样的一个形象，一直在提醒大家说，真的生命很重要。希望透过宣导，和所有乡亲会当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